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3D 班嘅蔡婉彤。我嘅 music project 主題係一幅畫嘅繪畫過程講解同埋創造理念。我而家喺度起稿，咁就嚟俾我講下我嘅畫作想表達啲乜嘢先啦。首先，你喺呢幅畫入面可以見到兩隻手同埋兩個人嘅樣啦。故事情節大概係咁樣，畫中嘅兩個角色係情侶關係，兩個人喺感情上面都係比較內斂含蓄。而有一日，左邊呢位角色約咗對方出去約會，喺約會嘅尾聲時，佢終於鼓起勇氣向自己嘅伴侶表達自己嘅愛意，係幾咁濃厚沉重。對方都冇過，原來佢係咁愛自己。之前仲以為佢係為咗遷就自己先應承同自己喺埋一齊，所以聽完嗰份坦白嘅愛之後，就向前拖住咗佢嘅手。以上就係我大概想表達嘅一個故事。到呢度，我已經開始緊去確認線稿位置。我嘅想法係一陣用咗水彩先就唔會遮住勾線筆嘅線稿，效果亦都會好啲，有一種朦朧嘅感覺。所以喺呢一步，我就用咗鉛筆先，而唔係勾線筆。確認完線稿，我就開始拎水彩上色。跟住我想講下我嘅創作靈感係由邊度嚟嘅，咁就係由方大同嘅 My Only 呢首歌出嚟嘅。一開始我係純粹想唱呢首歌之後整成 project 啦，但係我後面因為想唱出歌入面嗰種感情，於是我去細閱咗一下歌詞，之後我見到一句歌詞我非常中意。那份愛沒實現，幸福就在我們之間，感動的模糊了視線，那憧憬的一轉眼，一瞬間就能實現，在永生之年。以上就係我嘅靈感來源啦，而呢幅畫我都差唔多要畫完，到咗最尾一步勾線。呢部本意係想將前景嘅手同後面嘅人物空間拉開一啲，但係到最尾個效果好似都係冇出到嚟，我覺得幾可惜下。熬夜過的天子在，我的愛停泊在無風的海。Oh, it's so bad, baby. 讓給了。以為所謂的自由是往後每個路口只有，是每個路口往後只有我一個人走。每個路口往後這個後邊。Attention please, the timer is 5:20. 曾經有過一些時候，過去的往事就如煙，再也卻什麼都不見。於是下雨時的屋檐，那份愛沒實現，幸福就在我們之間，感動了，模糊了視線，憧憬的一轉眼，一瞬間就能實現，在有生之年。嗚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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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嗚。